他媽的，高中就開始點網他，大學未畢業就負債累累，其老母啊！呢個係我哋中國30年來嘅最大嘅悲哀。中國而家係網貸大國，做咩外國人冇做呢？做咩講中國冇係科技大國呢？放眼望去，全部他媽的都係放貸。騰訊呢20幾年做乜嘢嘅？騰訊做微得貸咯，三六零呢？三六零借條咯，小米做到最後咪就小米金融咯，係嘛？有冇百度呢？杜小滿啊，高鐵都係啦。阿里巴巴呢幾年做乜嘢？花唄、借唄、網商貸。京東呢？最後整一個白條金條。美團呢？整一隻生意貸。咁多個平台可以講係無處不在。點解呢？因為只要你點開佢，就可以睇到你邊有幾多額度可以借俾你。年輕人他媽的月薪2500蚊紙都敢借20萬俾你。點解呢？因為年輕人嘅自控力差啊，超前消費啊，最後他媽的年輕人都變成老賴啦。所以講，我哋嘅下一代已經夠痛苦啦。大家都會睇睇，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呢個數據上面顯示呢，而家被執行嘅人數已經差唔多900萬人啦。當失信人數越來越多嘅時候呢，那麼尷尬嘅就冇失信人啦，而係他媽的整個社會啊！而且呢，我哋放眼全世界，我哋每日睇到谷歌放網貸，蘋果亦都冇有，特斯拉亦都冇放，係嘛？所以講你哋再咁樣下去呢，我哋個下一代還有希望嘛？我哋他媽的呢一代仲有希望嘛？孩子們呢還有未來嘛？係嘛？我冇知道你哋係點樣睇呢件事，我哋可以喺評論區好好咁傾一傾。